啊，你尽量选啦。你又莫吼，我甲你吐槽，我甲你吐槽就是我无认为吼，你讲的是真的啊。来，我问他请你们掉到车上。来，我们看直接看到后面了，来啊！抢我手机啊！行政借我一下，行动电源没有。这个是啊，直播啦！张哥，干点酒。来，抢我手机啊！谁抢走手机？是抢我手机啊？你抢我手机啊？有没有抢我手机？还有啊。有没有抢我手机？我网路真的不需要跟你说太多啦。你觉得我给人家哈？你觉得我给人家鸿门宴，你就当做我给人家鸿门宴了。啊，而且你觉得啦，那是你觉得啦，对不对？其实法律啊都是自由新政的。我讲真的啦，我这小离戏啊。哦，你怎么说我是祝你顺心如意啊？哦，那看下一段，我不需要多解释啦，我这样就是安尼啦，我无做兄弟啊，袂使讲我无做兄弟啊，哦，我无做兄弟，我做男娃囝啦，嘿啦，我没有很厉害啦，看，再看一下，来。有没有档？来，我不肯，我泼啦，就让你们去评论一下。龙哥，干点就不应该开个人。我调刚做起来，无想要乱嘛。诊断呢？啊，看这都没有用了，真的啦，要甲处理啊，伊绝对爬袂起来啦，你听意思无？你莫甲我讲哦，你安怎哦，我食喙，我就食喙的，无哪有奶气，是不是安尼？我食喙的，真是安尼啊，我食喙的，我就是吃嘴的，我就是奶气，对啦。我叫他来了吗？抱歉，不是呢。我没办法喝酒，你不要来。我没办法喝酒，你不要来。我不要喝酒，你不要来。他骂我，干你老鸡巴，我就是要来，我就是要来啊！我拒绝了4次5次了，我拒绝了4次5次了。你就是要来是不是？你就是要来是不是啊？好，我报地址给他。你就是要来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让你来嘛。我保证什么？我灌停，你仔细去听啊，你仔细去听，你就知道我的含义了。有人去截那个录音一部分，我不需要去多解释啊。你仔细去听整段，我灌停不会动你啊。你仔细去听整段，我灌停不会动你，保你安全。我灌停不会动你，保你安全。来，知道这个含义？知道这个含义打知道了。我灌停不会动你，保你安全。我灌停不会动你，保你安全。我灌停，知道含义就含义啊。鸿门宴吗？随便你说啦。酒喝了啦，啊！你要怎么误会啊？你这么厉害，你挺他，我也祝你顺心如意啊！哦，我也顺心如意。别人要打我，我也不会拦嘛。Q 大正确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不要揽事啊。Q 大，我觉得你这样讲是对的，你懂吗 ？Q 大，我觉得你这样讲是对的。别人要打我，你也不会拦，这样是对的。
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不会染事啊。我们人都直接很直白的讲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不要点名什么东西都好了，随便你怎么说，随便你怎么聊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我讲的有错吗？对不对？你抢我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我冠廷不会打你，保你安全。我鸿门宴啊，随便你啦。哎呀，你要怎么讲随便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想跟你多解释啊。我跟你拒绝4次啊，5次啊，他骂我什么？干你娘鸡掰，干你娘，干你娘！我就是要去啦。大来给他处理啊。我回答他说啊，我回答他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旅馆啊，旅社啦，我帮他准备啊。motel 我就想要甲讲啊 ，motel 无可能。为什么会说旅馆旅社啊？因为 motel 无可能，真正嘞。真的啊，哎呀，我现在有一些不喜欢我的朋友，我随便你们的说嘛，我随便你们怎么说嘛。这句话我不能讲了，没事，喝酒。差点讲出来，靠北啊！我差点要跟人叫啊，不对，没啦，哎呀，拍水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喝酒，哎呀，对不起啊。弟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所以我不需要跟你们多解释，我真的不需要跟你们多解释。你说我好也好，说我不好也好，我也祝你们顺心如意哦。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谢谢，感恩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那天借人的钱飞，谁付的不重要啦，重点不是他付的就好，好不好？重点不是他付的就好。好，放大，干杯，来。阿修啊，宏大，感恩啊。我们再换句话说啊，他常常在直播啦。来，麻烦一下，我付了。你讲到计程车，麻烦一下，麻烦一下，香港朋友，我这个问题，麻烦你们认真回答我，可以吗？麻烦你们认真回答我。这一场剧演变多久了？前面我也被人家骂，冠廷啊，你去他家找他，到底啥小啦？你演戏有啦？牛奶兄弟，晚上好。冠廷啊，你去他家找他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到底啥小了？演戏有啦？你们在演戏是不是啊？有没有这样讲过？你们这些朋友有在我留言的说我不好的，有没有这样讲过？我还可以点名啊，有没有这样讲过？我在演戏呢嘛，你听你也走啊！干你！而且在计程车上面，那个陈俊正干嘛，他们也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再来啊！再来，我再跟你们讲，因为实在一点啊，他今天来找我是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在我还没有直播录影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刘冠廷啊，我现在跟你有官司在走啊，我告你那一条啦我告你那一条啊我跟尤兆麟现在要赔一条3万，你帮我出啦，我放你过了。直播以前他这样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你就说鸿门宴嘛，给你慢慢说嘛，你搞 Q 嘛，我刘冠廷绝对不会打你，保你安全。我刘冠廷绝对不会打你，保你安全。你要截要录影还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管你 YouTube 频道什么东西的，麻烦你截整段。真笑，真笑。我刘冠廷，
我刘冠廷不会打你。这个屡辟至少3次，真是啊！什么叫屡辟3次？重要的一句话要屡辟呀、你讲我哦，下亏还是安怎还是安怎随便你说嘛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这个人失败，我就失败了，我又不是失败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有办法失败，你有办法失败嘛？你没办法失败嘛，对不对？新疆呢，张大你好，好到了，很重要啊。现场朋友，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吗？我刘冠廷，是不是呢？这要放给听。我刘冠廷，你要不要听？看你我还没录影前，他跟我讲什么？你知道？我没有添加话了，我没有添加话。他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冠廷啊，我现在官司跟你在走了，我官司跟你在走了哦，麻烦一下啦，哦，我现在跟尤兆麟有1%啦，哦，帮我处理一下啦，3万啦。我说哦，你在讲啥？后面他跳过话题了。我刘冠廷保你安全，我刘冠廷不会动你。你们的鸿门宴赞啊，这是鸿门宴啊，对不对？鸿门宴啊，赞啊！你们说的都对，你们最厉害，赞，赞哦，赞！抢我手机啊，哦，赞！我为什么要公开？为什么要去反驳你？因为网络本来就是正负两面，那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啊，我喜欢你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还是会祝福你顺心如意、快乐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呢。我开直播要创啥？无我开直播要创啥？你甲我讲啊！闹开尔啦，真正闹开尔啦。无我讲真的啊。来，我没有挑战公权力哦，先讲真的啦。警察面前打人有事吗？除了现行犯带走。对啊，之外那就没事了啊，那就笔录做完就走了嘛。对啊，警察面前打人啊，现行犯带走啊，放得出来吗？绝对放得出来，当天就放出来。会交保吗？应该不会吧？绝对不会家暴，绝对不会家暴。那不要给他打死就好了，不要打他头就好了，打他身体就好了。你不要打到什么重伤害什么小的。啊，小额，对啊，小额，你们去读法律啊，哦，读什么什么，真小真的要打他就不是这样的啦。真正要甲拍，不是安尼啦。谁叫你自己叫我在那个直播上报地址？看你，你叫我在直播上报地址，你叫我在直播上报地址，谁叫我在直播上报地址？谁？你呢？不是我呢，对不对？该绕开对我好尔啦。拳击场，我拍一场啊！哦，我现在正式跟你邀约，正规的拳击场，给拍一场啊！你也来哦，哦，我不会再像大家说，我们这么多人还怎样啦？哦，我们不会这么多人还怎样？不会让大家说 one by one 啦，你拍赢有奖金啦，10万、10万，你打赢有10万，哦，打输生死状写一写啊，好不好？干你啊，奇怪！你当初是你安怎讲阮某讲阮囝？你今仔日咯，你今仔日吼，互闹开拄啊好尔啦。我讲真诶，你今仔互闹开拄啊好尔啦。真诶，啊，郑哥最赞，郑哥最赞。哦，我一个人来痛，是像你来找我，我找你啊，我招你诶嘛，真笑诶。你要叫冠廷啊，我就是爱你啉啊。哦，我就是爱你啉嘛，真笑，你真笑。我没有为了一个废物啊什么东西，我今天接你电话是一个礼貌，是我尊重，对不对？何必你电话我要接，对不对？
出门前还我还炸钱啊！看你来，没有付计程车钱就算了，我直播都不行，那是我个人的权利嘛，对不对？你抢我手机干嘛？啊，你抢我手机干嘛？对不对？你抢我手机干嘛？看你，你真正卖想假笑，我讲真的啦。而且那天你真的要打他的话，你就不会叫跟身边的人说后啊，对啊，啊，直播都没有听到。你就笑，我嘛就笑的呀，我讲真的呀。你觉得你鸿门宴，那你就觉得鸿门宴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只告诉大家一句话啦，我们有前因中后果，前中后，我们有前中后，你前面怎么做？你骂我老婆，说我小朋友怎样，给你绕腿多好呢？今天给你绕腿多好呢啦？今天啊，我没有骗你，你怎么酸我，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啦。但是我不需要跟你们说太多，为什么？我说太多干嘛？我说太多干嘛啦？我说太多干嘛？我全部影片放出来啦，我保证你们所有人，你觉得说我鸿门宴的，你觉得说我鸿门宴，你还不跟我道歉？那我觉得我们做人不需要这样，因为我们网络正负两平啦，我们网络正负两平啦，行不行呢？对，张大切头 FB。他想要吃一次姜母鸭，上次没跟到，没关系，我们下次吃羊肉炉。今天，你有追这一场剧的，你自己都知道，我没有填话啦。我影片可以放给你们看。公屋厝的人，公屋小朋友，给你电拄好尔啦。我讲真的呀，我即摆给你招嘛，你出来，明仔载，来阮个拳击场。有护具，有生死状，拍赢够10万，爱起来，10万哦，咖喱有尔哦。